遥望圣域，雪山派20周年巡回画展，这个主题非常好，它体现了我们香格里拉的神山，而且又是用你爸爸的艺术作品来展现的。我觉得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地平线画廊的开幕展。刘秘书，艺廊现在是谁在打理呀？现在是欧阳先生安排的人，那之前原本定的总监楚鸿飞的儿子楚之汉。楚鸿飞的儿子。你为什么要把画展交给他呢？楚鸿飞不是抢走你爸爸画的人吗？董事长，楚之汉跟他爸爸做的事情没有关系。楚之汉的为人，我还是很有信心的。他的画廊是在欧阳山海集团名下，难道你不怕山海集团从中作梗吗？而且楚之汉在每次的会议中，他都是向着欧阳先生的。董事长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我才特地要办这件事情。楚之汉一直委曲求全，就是因为他要在山海集团有一席之地。如果我们可以达成合作，他就有了更好的发展资源，也许就不需要再依附山海集团了，甚至还可以脱离他们。你对他这么有信心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董事长，其实我做这件事情是有些私心的。哦，楚之汉的爸爸在败诉以后，他就一直过得很辛苦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我也应该帮他。所以这次画展也是办给那些唱衰他的人看的，这样以后他在业内也能过得更好一些。信月啊，你真是个善良的姑娘。但是那些坏人，我们也不得不防，我们一定要做好安保的措施。明白了，董事长。刘秘书，安排一个会议，我们和欧阳商议画展的事情。好的，董事长。那我也去找楚之汉吧，跟他也商量一下吧。开本。什么事儿？你看看这个项目想跟你合作。对不起，我做不了。我现在在这儿没资金没地位，我就是一个打工的，我帮不了你。你找别人吧。资金方面你不用管，央金奶奶可以解决。地点就定在这个艺廊。至于作品方面，我找到了我父亲当年很多画稿，足够支撑这个画展的。既然你什么都有了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想要把这个画展顺利完成，肯定需要你的帮助的。凯文，你跟欧阳合作，你讨好胡志辉，不都是为了生存吗？那如果我们一起把这个项目做好，你以后就不用再忍气吞声，你不用再看金小天的脸色了，你甚至可以离开上海集团，你可以到央青奶奶这儿来，无论是做画廊还是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业都可以的。李新月，我记得你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有些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不管怎样，我不会离开山海集团的。好，你的去留我管不着，咱们可以一起先把这个项目做好。
之后无论你想干什么，都可以的。这算什么意思呢？可怜我吗？我想你现在山海集团是需要这么一个画展来确立自己的地位的，而且我也需要他完成自己的夙愿。地平线一郎更需要这样一个高规格的画展来提升自己的形象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一起合作呢？做，当然要做。伟哥，李小姐，我支持你。这个画展不仅要办，还要办好。以上就是我们的提案“遥望圣域雪山画派20周年回顾展”，请大家看 PPT。雪山画派在这20年来涌现出很多优秀的作品，而雪山画派的成立与发展和香格里拉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地平线艺术画廊刚刚成立，需要举办一次规模宏大的画展，来确立在业界的地位。届时，我会拿出父亲的一座宝贝，以及邀请众多雪山画派的名家共同参展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公司对于此次画展的构想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你要办的这个画展，都是李奇峰早年的作品嘛，也没有什么影响力。既然要办画展，总要有几幅拿得出手的作品啊。这个不用担心，这幅宝贝本来就是李奇峰的作品，现在官司打赢了，我们正好可以拿出来，名正言顺地展览给大家看。问题是，这幅宝贝现在在哪儿呢？你们怎么能确保届时这幅画能够参展呀？这个您不用担心，只要画展可以顺利举办，我自然可以拿出来。话不要说得太满，这毕竟是一幅价值不菲的名画。实不相瞒，现在这幅画正由我保管，安全无需担心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就好。小楚，我知道这幅画对你有特别的意义，如果在工作上你有什么要求，董事长您放心，公事儿私事儿我会分得很清楚。我觉得由盗窃者的家属来物归原主，这个安排再合适不过了。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的话，那么我们就举手表决，同意的请举手。好，非常好。
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异议，那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丁大小姐，你怎么？难受，放我出去，我先去买那种烟抽。好，先把手包扎一下，然后我去帮你买。你别过来，我不相信你，敢过来我就死给你看。好，我不过去。把手放下，把钱包拿出来。欧阳先生，画廊在南区，那是你们山海集团的片区。画廊的筹备工作，请你多多费心了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董事长这边出了点问题。哦，那今天会议就到此结束吧。欧阳先生，我先走了，有什么事情你跟新月联系。您请。慢走。辉哥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好，我先走了，等你啊。丽丽，刚才我所说的都是真心的。画展的事儿我会全力以赴，你放心吧。谢谢。那天你说不想见面，是怪我没有履行1个月的承诺吧？我也想通了，拖延并不能改变什么，那只是自欺欺人而已。凯文，真的很抱歉。不要跟我说抱歉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，我父亲也一样。我还有东西没拿，一会儿见。嗯。干什么？画展别办，给我取消它。凭什么不能办？你知道这个画展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我就是为了办这次画展才特意从上海回来的。继续什么？就是继续，接下来我们要顺利逃出这个山洞的话，你会不会？就是我的意思，就是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我想给爸爸办个画展。你如果想办画展的话呢，我就协助你顺利搞好这个画展。那你们有什么自己想做的事情吗？我想去。画展在这里办不合适。合不合适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在这里办画展一定会有危险，信不信我？你觉得我还能相信你？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我们2个人的事情，我跟你说的是画展的事。你信我一次可以吗？到今天为止，你连一句解释都没有。
你先别跟我说画展的事，现在就我们2个人，你给我一个介绍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没有解释。是。好，谢谢你之前帮我那么多，以后我的事情，请你不要插手。李新月和楚之汉正在筹备画展，宝贝也要展出。欧阳和辉哥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下手。这样太危险了，你可以想办法阻止他们办画展吗？现在李新月不相信我，我无法劝说。为了任务能够顺利进行，我申请向李新月表明身份。情况我已经基本上都了解了，我批准你的申请。李星月是普通市民，一定要注意，尽量保证他的安全。陈副局长，请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出事的。哎 ，Tom， 出什么事儿了？冰岛小姐出了一点问题，我现在医生上去了，快。咱们一起去。走。公主送俺入去，公主送俺入去，公主送俺入去，公主送俺入去。董事长，这是之前吸食软性毒品留下的后遗症。谢谢你，帮我带他做一下检查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还没他，那还没他，董事长，造孽呀！造孽呀！别生气，董事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瞒你说，早先啊，他在美国跟朋友出去玩，碰了那不该碰的东西，所以我一直把他带在身边。我想着香格里拉是一片净土，他可以远离那些脏东西。可是不知道前2天他偷偷跑出去，谁又给了他一支烟，他又吸上了。他跟我说，他不会上瘾，可是毒品这东西，你一沾上了，那就完蛋了。他这是要把自己给毁了呀！那还没的，那还没的。董事长，你也别太伤心了，还是要注意身体。是啊。造孽！造孽呀！拉姆警官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接到群众举报，这里有人售卖软性毒品。群众举报？那他们都被抓到了吗？对不起，这个无可奉告。
喂，你确定要把那副宝贝拿去展览吗？你连个解释都不想给我。画是我的，如何处置是我自己的私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我告诉你欧阳和胡志辉都会抢那幅画呢？欧阳和胡志辉想抢，你不是一直也想抢吗？心月，别这么叫了。你不是不想跟我有任何瓜葛吗？那就干脆一点，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。我知道，你看那幅画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是我请你相信人民警察。你说什么？什么警察？我今天把你叫到这里来，就是想当面告诉你，我不想再隐藏什么了。我就是警察。你是警察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我的本职工作呢，是在债务公司，也就是收债的。但是我还做很多兼职，比方说什么接待啊、平面模特啊，因为我这个形象啊，你也看到是吧？你哪儿帅啊？当时多惊险啊！一个小混混打跑了一群小混混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我不是什么小混混，有正当工作的，我在财务公司上班的。如果你对我的身份有怀疑，明天一早你就可以去派出所找拉姆，他会告诉你一切。麻烦你们尽快找到人质啊！你们谁了解这附近的情况？您是要到附近看看吗？我认识，我可以带路。拉姆警官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我现在跟李新月在一块呢。哦，这边那个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警察同志，谢谢你们了啊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出来了。你们可以回去了，静小天你留一下。哎，为什么？那个什么，是不是因为我把人家不小心伤着了？哦，对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是吗？是。你怎么知道我合作了？你跟踪我？哎，不过你是怎么做到每次都能花钱给你的？谁派你来的？你从一开始跟着我是不是就有目的？我向你保证，好不好？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害你。我承认，从我一开始接触你，就是为了跟进这个案子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们出来参加这趟旅行？原因到底是什么？也就是说，真品就在你手上，在哪里？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，我发现我爱上你了。你为什么不顾一切的去救我？谁派你来的？猴子派我来的，我是猴子派来的救兵。我还以为你是爸爸派来保护我的。好浪漫啊！我当时感到很害怕，我想为同理。但是每次当你看着我的时候，我都想跟你说出实情，但是职责所在，我什么也不能说。我对别的女人说过更刺激、更浪漫的，想不想听？别人的事情你都管，就处处针对我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个答案。
现在就我们2个人，你给我一个介绍好吗？你知道这样我有多难过吗？我知道。对不起。为什么不能早点告诉我呢？在没有获得上级批准之前，我必须要一直隐藏下去。我知道婚礼当天我不辞而别，对一个女人会造成多大的伤害。但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心爱的那个女人，因为我而陷入到危险的漩涡当中去。我做不到。别冷静。我现在每天都不知道身边有谁在跟着我，不安全。小天，我好想你啊，好想你。我爱你。我也爱你，你知道我很爱你。心远，不哭了好吗？不哭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在你左手边的花丛中放了一支玫瑰花，送给你的。我知道你这个女人，你但凡决定的事情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我认命了。不过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保全那幅真画不落入到犯罪分子的手里。但是你必须要听我的指示去做，好吗？我做你的太阳，可能找到了。欧阳先生找我来的，检查一下。欧阳先生，小天，画展的事怎么样了？现在已经确定了。那天李星月会从央京的酒店出发，直接前往楚之汉的画廊。哦，哼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，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，就是央京的安保团队。表面上还不能够得罪央金，毕竟还要合作嘛。这样，你去找大花，让他找几个生面孔，去把他们围了。他的保镖没有武器，不足为惧。明白。去办吧。还有事？
我始终对那个楚之汉不是很放心。他怎么了？他毕竟不是自己人，我心里觉得不踏实，就怕到时候他影响我们整个计划。如果真有影响，就让他消失。明白。那我按照我的方式去处理。谢谢欧阳先生。诸位，这是我们山海集团第1季度的业绩报告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大家一会儿，宣布一件事。经过我考核地平线画廊楚之汉先生的业绩报表，我做出决定，我决定从明天开始，把他调整到库房负责盘点。金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董事会的意思。你不满意啊？我当然不满意，我觉得我的业绩没有问题。好，那我再宣布一件事情，从今天开始，楚之汉先生他手下的所有业务，由我来负责。金小天，你别太过分了！赵平，你不服管，有问题吗？楚先生，请吧。看着他收拾东西，让他滚。行。请吧。怎么样？还有谁不满意？没有。散会。其实金小天他撤你的职也不一定是坏事啊。我知道，他就是心虚，他怕我知道他们的内幕。你不管金小天怎么想，其实我和新月一直都不支持你做这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知道山海集团和欧阳都很危险，我们不希望你有事情。这些我来香格里拉之前我就想好了，他们把我家害成这样，我一定要给我爸报仇。报仇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情，汉仪怎么办？楚家怎么办？我觉得我自己太没用了，来了香格里拉，一件事儿都没办成。你不要这么想啊，对家人的关心是细水长流的。阿姨现在只剩你了，她非常需要你。而且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要真出事了，我怎么办？你不还有阿培吗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呢你？
我跟你说啊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他就跟你说了这些呀？是。反正我觉得这一次是我们能拿到那幅画最好的机会了。我也这么觉着。现在的保全工作由我全权负责，到时候我们只要集中力量对付杨静那几个保镖就可以了。欧阳的人会挡在前面，帮我们解决一些麻烦，但是之后这些人就变成了我们要解决的麻烦了。眼下这个时候公开反水他不太好了。还不是时候，你就先按他说的做吧。那到时候如果画落在欧阳的人的手里，我们怎么办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派人手的。反正到时候我会把李新月逼到一条小路上，你的人如果过来，我就让手下装装样子。好，等拿到这幅画，就再也不用看欧阳的脸色了。我们这里的天儿啊，就是这样，动不动就下雨了。哎，李队长，这是我们禁毒大队的李队长，辛小天。不客气了，说正事儿吧。一郎那边的布置工作我已经完成了，现在就缺宝贝那幅画了。我做了一幅图。展览开始那一天呢，早上李新月会前往香格里拉大酒店，从杨静那里取到宝贝那幅画，途中经过香巴拉大道，最后送至一郎。整个这一条就是他们的行车路线。也就是说，欧阳他们如果抢画的话，很大概率会在这个路口和这个岔路口设伏。没错。好，这个路线我记住了。那需要我支持吗？我只需要你做好善后工作。为什么？其实胡志辉和欧阳都想要那幅画，他们也分别找我聊过了。等于说他们现在一个是黄雀，一个是螳螂。那我们就是猎人，到时候别管是螳螂还是黄雀，都把它一网打尽。我现在想到一个办法，既可以保存那幅真画不落到犯罪分子的手里边，但同时又可以加深欧阳和胡志辉之间的矛盾。说来听听。
遇见对的爱人有多不易，靠近时光才